目前正值疫情的关键的高峰期，那么我们尊重指挥中心专业的评估，决定以国内防疫为优先，宣布撤回这个方案，来降。自从这个中国大陆武汉肺炎的这个案例呢不断的增加，疫情持续的严峻，那么为了防疫需求呢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在上个月的26号开始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流开始有新的措施。那么特别是在1月26号宣布中国大陆除了陆配回台之外，中国大陆相关的各种观光旅游、社会交流、专业交流均需要暂缓。然而从那个时候，包括本会、移民署、海基会都接到许多国人的反映说到这个国人跟陆配及其子女在过年期间返乡探亲或出国旅游在这些政策宣布之后，造成国人及陆配可以返台，但是这些陆籍的子女在国境线上被拒入，无法随同父母亲入境这些问题。那么这些情形呢，其实我们都有跟相关单位讨论要如何来处理。后来本会也跟相关机关透过疫情指挥中心的平台有做过沟通与讨论这个案子呢，经由我们的指挥中心为了因应疫情关键的高峰期，我们在12号下午，疫情指挥中心也专业的评估后，决定以国内的防疫为优先，宣布撤回陆配子女回台的方案，来降低来自于疫区人员的流动风险。我们为了国人的健康安全作为最优先的考量，那我们陆委会尊重跟配合指挥中心的决定。那对于这段疫情期间呢，我们很多的人流管理措施，那么我们陆委会呢跟相关机关都持续的在指挥中心平台做沟通跟讨论。那有关陆配子女回台的方案，那么我们引发社会高度的担忧。那么这一点我们陆委会已经虚心的检讨，同时呢也提出各种改进相关的决策沟通模式。我们目的是要防堵疫情，守护台湾，作为我们最优先的考量。谢谢。有社会各界的来跟我们提出很多民众有这方面的诉求。那据我们了解那么我想您刚提到的立委并没有致电我们陆委会，那但是我想他们都是反映民众的需求我们在这个国境线上，在移民署各个服务站都收到很多这类的案件，那么我们也有责任汇集大家的这些问题反映给指挥中心，在指挥中心的平台进行沟通跟讨论。好，谢谢。我们刚刚也说了由于目前正值疫情的关键的高峰期，那么我们尊重指挥中心专业的评估，决定以国内防疫为优先，宣布撤回这个方案，来降低来自于疫区的人流移动的风险。我们是以国人的健康作为最优先考虑，我们尊重跟配合指挥中心的决定。谢谢。